万毒门起源于南疆，多年来只是无名小派，也无风无浪，并不起眼。直到170年前，门派中的一名弟子从死亡沼泽中得到一本书和一把短剑，书唤为毒经，剑唤为斩相思。斩相思？斩相思自带毒素，一旦划破身体，毒素将伴随一生，无药可解。幸好那天老毒怪没有拿出斩相思，否则我们就麻烦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老毒怪利用那个斩相思，杀掉了所有跟他作对的人，自称为毒神，还用手里的一种万古丹，控制3名得力手下。第一个是吸血老妖，2是百毒子，第3个人，则是他的关门弟子，毒公子秦无言。吸血老妖和百毒子我们都见过，可毒公子却未曾现身。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那个老毒怪被我们搞得如此狼狈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而且那个毒公子一直没有露面，说不定他就躲在鱼都城里，等待时机，给我们最后一击。鱼都这么大，毒公子又未曾现身，我们去哪里找啊？等等，我在。走啊！钓鱼？喂，为什么我们要穿成你爹手下的样子？因为金羽比你身手好啊！你这毛手毛脚的，没2下就把你揪出来了。你还是只适合在这里原地不动，不会被发现。哦，我可不想像那空桑山那样，又再救你一次。不知道，所有的姐妹都被关在前院，不允许踏入后院。我去后院看看。你告诉姐妹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喂，那个阿相可信吗？他未过门的妻子就在锦绣房内，绝对可信。天音阁找了个合欢派的，哪里可信啊？你们所谓的正魔殊途呢？原则呢？阿林跟你一样没做过坏事，我们自然就相信他。
毒神想要的太多，上一次我们宗主已经明确说过了，我们给不了。但是，毒公子提出的条件，或许我们能够办到。你们就这么笃定我会背叛师门吗？否则，毒公子也不会在于都城内按兵不动，任由空桑山中门派驻地遭到青云弟子的偷袭。这是师父的吩咐，是不是你我俱心中有数？鬼王承诺会尽全力扶持毒公子上位，并设法为您配出万古丹的解药。金光炉，就是他！等等！阿香，阿香，没事吧？从身高和体态来看，这个人一定是燕莲。我去找他。别傻了，坐下。他处心积虑在于都城埋伏这么久，怎么可能没有后手？我们现在在暗，他在明，我们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才好进行下一步。可是他万一狗急跳墙，对老城主下毒手怎么办？他不是已经对老城主下毒手了吗？不然老城主怎么会中毒的呀？哪怕现在抓到他，也不一定能拿到解药。要是再被他逃了，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冒失了。你们就不应该去动那个炉，这下打草惊蛇了吧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先稳住他，然后想办法去探清他用的是什么毒。我去鬼王宗找一位老朋友，说不定他有办法对付那家伙。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再轻举妄动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随便走走。你病好了？好啦，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别过来！待会儿又被你主人骂了。我就要回鬼王宗了，我过来跟你道个别。啊，你要回去啦？那你好好干，争取早点爬上去，不要再被他们骂了。哎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我娘的牙。我是被狗抚养长大的。我不要，给我这个做什么？防身辟邪呀！你看你这个体质这么弱，一会儿中毒，一会儿被鬼上身呐。你才鬼上身呢！我不要！哎，哎呀，拿着，不要！拿着！我不要！哎，你，哎呀，你，拿着！干嘛？别跑！我不要！拿着吧，拿着！哎呀，拿着吧！小环，你干嘛救命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上次的仇还没报，
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嘿，他是疯了吗？哎，雪姐姐，小心！少主，野狗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疼啊！快坐下。干什么啊？昨夜我们在锦绣房中搜出了一个炼丹的炉。炼丹的炉？金瓶儿离开后，我们在锦绣房中搜出了一个绿色药炉，上有协会法术。想必先前在给您的药酒中所下的毒，便是以此炉炼成。被什么人偷走的？多半是与金瓶儿勾结的魔教余孽，目的是为了销毁证据。昨夜属下接获报信后，便吩咐城卫封锁城门，暗中搜查。只要找到此物，便可牵连出同伙。小凡，两位有事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跟靖宇随便走走就好了，不打扰二位了。等等，你冷静一点。那是我外公。他了，陆师姐，你误会碧瑶了，她一直在替我们想办法，想办法让咱们怎么对付严烈，好让他们渔翁得利，对吗？我们到现在还这么互相责问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行了，大家别急呀，给我一个时辰，什么也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做，就一个时辰，行吗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人。鬼先生，你也是魔教中人？我与鬼王乃是多年故交，先前收到他来信，请我代为照顾碧瑶。你们的事，碧瑶已经告诉我了。鬼先生，你看看他们，一边不耻我们门派行径，一边又求着我们帮忙，真应该去问他们的道玄掌门，看看他面子往哪儿搁。碧瑶，休得无礼。现在于都城内人命关天，不分正魔善恶。是不分正魔善恶。今天他们那个叫什么陆雪琪的，差点伤到我。师姐是为了救你。啊？经过我的判断，野狗
确实是中了蛊毒。你与野狗的饮食素来小心，连你们都中了氨酸，可见这于都城内中蛊之人，绝不仅仅只有一个。那老城主呢？是与不是，一试便知。你先带我去看看吧。不知道城主近日是否嗜睡啊？是啊，人老了没力气。城主刚生完一场大病，调理调理就好了。这位先生究竟从何处而来？我记得于都城里原本并没有先生这号人。在下云游四方，江湖行医，恰巧前几日路过于都，才得以与几位小友相识。来历不明之人，岂能随便给城主看病？是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呀你？老城主，你身体很好，不必用药，告辞了。你什么人？你看，我说过了吧，对吧？我就说我没病嘛，我以前就是太轻信了。是啊，没事，好了好了。哼，魏老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严重，此时不可走错一步。他的身体已经是风中残烛，依我之见，蛊虫入侵已至少5年，早已经与奇经八脉融为一体。此时贸然驱蛊，只会危及他的性命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才发作？蛊虫入体之后，会游走于奇经八脉之间，相对来说，体弱的老人、孩子反而不易发作，而一些气血充盈、体脉通畅、功力高强之人，反而越容易诱发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办法还是有的，只不过是第一次尝试。话说回来了，你将牙燕草与兽神之血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，你真的不怕被你父亲知道，责怪于你吗？我就是看他们太着急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还是鬼王宗的人。现在于都城形势复杂，权衡利弊之下，你应该清楚，切莫因小失大。知道了。没想到魔教之人都可以混进城主府了。我正想找你呢，你为什么要杀野狗？你应该问问他都做了些什么。
那去吧，去吧。想不到，除了青云之外，世间的事竟会如此复杂。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只是，我还在想另外一件事。什么呀？掌门真人接到萧师兄带来的消息，魔教齐聚空桑山。据我师父说，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，是为了寻找一个叫万福古窟的地方。所以你们才要去空桑山打探。可是，我们在空桑山并没有查到什么。魔教几派齐聚于都，毒神在空桑山中炼毒，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我猜，这跟碧瑶所说的兽神之血有关。严烈在城中潜伏了5年，说不定这个计划从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毒神先派他来做内应，再逐渐用这些蛊来控制于都的百姓。他们的计划不只是为了得到于都吧？碧瑶为什么来这儿？金瓶儿呢？甚至阿相的师门，还有李寻。难道严烈的最终目的就是万福古窟？你快一点！你放开我！快点！我不是，很快就好了。我没有中蛊。哎，你放开我！走走走，你没有中蛊，你怕什么呀？你们快点过来呀！过来帮忙！疼死我了！你们看到了吧？啊，我是没办法了。你是他的小凡哥哥，你去吧。去啊！你先，我去。快帮我藏起来！全城都在搜查，说这个宝珠丢了。要我拿的是你，这送回来的也是你，你真是把我们害惨了。这是我们天音阁的宝物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呢。你帮帮我啊！喂，快出来！小凡哄小环过来了。小凡哥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带你去见爷爷。我不去。小环，你要去帮我解释清楚啊！我不去。不要再闹了，快走！我不去。小环，别闹了！我不去。小环，我不去！救命啊！张小凡，你干什么？小凡，你接替我一下，啊！雪琪，我们只是让小环做个实验。你们居然相信魔教妖人说的话，让开！啊！雪琪，他们也中蛊了。
你照顾他们。好。你们说吧，我受得住。你和陆师姐，还有小环身上的蛊毒，已经被逼出来了。不过，蛊母却在你外公的身上。你们可都是青云弟子，究竟这个蛊毒是怎么样才能进入到你们的身体里呢？我们中了蛊，都尚不自知。偌大的鱼都城，外公，究竟还有多少人中了蛊？外公，我要找我外公。外公，别去，严烈在他身边，别弄巧成拙。成什么拙？他是我外公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中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没有亲人，你怎么会懂？师叔，没错，我的亲人师都不在了，所以我才会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对不起，小凡，对不起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鬼先生知道蛊母的事情，我们就一定会把他引出来。先不要惊动严烈。来之前我们又测试过了，我、鲸宇还有阿香身上都没有蛊虫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师姐和小环身上怎么会有蛊虫。近日，你和陆雪琪可曾吃过严烈送来的食物？没有，雪琪最近正在辟谷，什么都没有吃，只喝少量的水。阿香，你有没有喝过鱼都城内的河水，还有井水？并没有，我们山海院用的水是融化的隔年晨雪，泡茶用的水是空桑山引下来的泉水，所以，难不成是河道？极有可能。我与碧瑶猜测，他其实是坚守自盗，然后嫁祸给李寻，并且为自己留了一条下毒的渠道。只是毒神败走，最终将蛊毒传授于他，而他再在清河之中下毒。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人会饮水中蛊，若不及时控制蛊母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龟先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外公！哎，起来。有句话，不知我当讲不当讲。干什么你们？城卫队执法搜查窃贼，无关人等一律退避，不得妨碍公务。严护卫，你不在城主府守护老城主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想不到青云弟子竟与鬼王宗混为一窝，简直叫正道颜面无存。严护卫，这山海院是我邝家的产业，我们做生意的门朝四面，客迎八方。按照于都的规矩，不管来者何人，只要不在城中作恶，管你黑道白道，都一视同仁。严护卫不会是想打破这个规矩吧？规矩因人而立，也可因人而改。老城主有令，命我搜查此处。哇，城主有令，城主之命是啊，城主有令啊。何况昨夜锦绣坊失窃，盗贼藏匿其中。若在山海院中搜出赃物，
鬼王宗便是犯下盗窃罪，更与金瓶儿勾结，罪加一等。办案搜查，于情于理，谁能拦我？搜，干什么？你这昌少侠，有何话说？你要是搜不出呢？那么此处我有城主另一手谕。老城主有令，即日起，城中魔教教众一律请出城外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我们于都不欢迎魔教之人。我们鬼王宗可不是锦绣坊，你们赶人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近日城中瘟疫弥漫，多人病倒，老城主又病重，为了排除嫌疑，只好得罪了。请吧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！灭掉你这个破城，老子一个手指头就够了。滚！魔教，从鱼肚城里滚出去！滚！快滚！滚呐！各位于都的父老乡亲们，自从魔教鬼王宗合欢派来了本地，灾难便层出不穷。先是河水被污，接着又在中秋之夜闹得全城鸡犬不宁。老城主已决定，从今以后不再接纳外乡人。对，说的对，没错，对，因为你们就是你们。你们看这厮若不放逐，迟早会横生枝节。住手！各位，李寻已经离开于都，我将继任城主之位。曾叔叔，你这话说的也太笃定了。若被老城主知道你与鬼王宗勾结，意图谋害他，夺取城主之位，不知他会如何作想？是与不是暂且不论。我外公得病一事，是在鬼王宗来到于都之前，瘟疫蔓延，更非他们所为。严护卫，我们也不必等你水落石出。你在于都经营多年，此处怕是没有我鬼王宗立足之地。碧瑶，我们走。你们等着，走，快滚！滚吧！滚吧！我赶紧走吧！滚吧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没有找到蛊虫的下落，应该是渗透到地下水中，遍布全城了。回去吧。鬼先生告诉我，如果我外公知道自己中了蛊虫，没有被严烈所操控，当他知道自己与全城百姓有危险的时候，那他第一个救的一定会是百姓。救一个人，还是救全城的人，并无冲突。我们在青云学艺，为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不会再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去取舍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就算我们解去了毒蛊，外公怕是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了。邪不胜正。如果老城主他，你会接任新的城主吗？我不知道。小凡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很自私。我只顾着我外公的安危，却从来没有想过全城百姓的性命。直到现在，
我还在想着不要接过这份责任。如果外公的身体无恙，该有多好！我也想过，如果爹娘还活着，没有当年那件事，我更宁愿在草庙村里当一个打柴的笨小孩。可时间就像这河水一样流淌而过，就再也不可逆流了。人已经送出城了，后续怎么办？你们也看到了，山海院周围的百姓都被严烈怂恿，应该也是中了蛊毒。严烈好手段，全城老百姓来的正好，城主正好有事要问你们。城主，曾叔叔来了。曾叔叔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严烈，你对我外公做了什么？我在保护城主，免得被居心叵测之人暗算。城主，方才我搜查全城之时，见他们竟然维护鬼王宗，与魔教为伍，意图谋害你。外公，你不要相信严烈，他是恶人先告状，他赶走碧瑶和金瓶儿是为了独占于都，他是万都门的人。此时此地还想血口喷人？孤身一人对着我们，你的师兄弟退出于都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样我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外公、小环姑娘，还有全城的百姓。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非要拼个鱼死网破，于你于我又有什么好处？